立法院国民党团拜一共嘅通过选罢法修正草案的初审，今仔日换民进党立委来占领内政委员会批评拜一个会议违法无效，呼吁立法院长韩国瑜应该优先针对这件代志来召开调野协商。不过国民党这个调委齐行营是一直到10点才出现，行政院预算的议程嘛拢无进展，哪里双方搁再爆发冲突？ 没有办法接受星期一曾经有这样的会议。透早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开会进前，即个换民进党立委占领主席台，批评国民党立委拜一3分钟初审通过选罢法修正草案，会议违法无效，无爱确认迄天的议事录。不过原地9点开会时间已经过啊，煞无看到国民党调委齐行营，原地要做行政院预算顺带的议程，就爱搁等。好啦，你主席你迟到，人无伫的，阮等啦。 议事人员呢？议事人员呢？啊，水嘞？即摆那下令连一杯水都袂当倒。几个民进党立委上台发言，呼吁立法院长韩国瑜应该爱优先针对内政委员会争议召开调野协商。一直到要半点钟了后，国民党党团的干部才出现伫咧走廊，讲希望让会议顺利进行。现在是你们主席神隐啊，我们在这里等他开会啊，我们在等他开会出来啊。只要不确认议事录，马上审查预算。沟通无共识，齐行营甲一定国民党的立委10点才入去委员会要求开会，那着双方是随起配面。 瘫痪议事的，就是民进党。每一个召委啊，也有召委的这个主持会议的程序。我想，不是民进党说要怎么样，我们就要怎么样。在16号开会的时候，我们内政委员会的门是开着的，按照正常的议事规则、合法的这个法定人数，我们开会。落尾手国民党立委集体退场。 齐行营受访时阵讲，10日开会是完全合法，有下议事的规则，调野一人讲一款，互相无相让，嘛，互内政委员会无任何进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